各位老友記，各位街坊，今日呢段片真係非常之咁緊要，大家聽完之後記住一定要第一時間轉發出去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尤其係屋企有長者或者係領取緊政府津貼嘅基層家庭。點解咁急？因為中電啱啱公布咗2026年最新一輪嘅中電基層家庭電費補助計劃，呢個唔係細數目，係直接入落你電費戶口嘅現金補助，而申請嘅日期就係由2026年3月2號開始。我知大家平時生活壓力大，電費又年年加，呢1000蚊嘅資助絕對係及時雨。但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只要有攞政府津貼就一定有份。今次中電個門檻寫得好清楚，入面有一類長者津貼係完全唔符合資格嘅。如果你搞錯咗，百忙一場事小，最怕係你以為有得扣電費，點知最後要自己俾，搞到預算失晒就唔好啦。我今日會逐一拆解2026年呢個計劃嘅細節，由申請資格、資助金額到最重要嘅邊個冇份，我都會講得清清楚楚。我哋先講下今次個背景，其實由2024年、2025年開始，中電透過佢哋個中電社區節能基金已經撥咗好多錢出嚟，而2026年呢一年，佢哋繼續加碼，撥出咗5000萬港元，目標係要幫到5萬個基層家庭。呢5萬個名額係先到先得定係點？大家聽住，雖然佢冇明文講先到先得，但根據往年經驗，只要撥款用完就會截數，所以2026年3月2號呢個日子，你一定要圈落日曆度。好，入正題，邊幾類人有資格申請呢？今次中電主要針對4類人士。第一類係領取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係我哋俗稱嘅綜援人士。第二類係領取緊普通長者生活津貼或者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嘅老友記。呢度大家要留意，以前長者生活津貼分開普通同高額，而家已經合併咗。只要你係攞緊呢個津貼，基本上就符合咗第一種門檻。第三類係領取緊在職家庭津貼，即係職津嘅家庭。第四類係領取緊學生資助辦事處下面嘅各項津貼，例如係全額津貼或者半額津貼嘅家庭。另外仲有領取傷殘津貼嘅朋友，只要你符合相關嘅入息同埋居住要求，一樣可以申請。不過最重要嘅關鍵位嚟啦，大家經常問我攞緊生果金，我有冇得申請啊？我喺度要好嚴肅、好清晰咁同大家講，如果你只係領取緊高齡津貼，即係嗰隻唔使入息審查，只要夠70歲就有得攞嘅生果金，你係唔符合2026年呢個電費補助計劃嘅資格。點解呢？因為中電嘅審查準則係要經過入息審查嘅政府津貼，生果金因為係人人有份，唔使睇你資產嘅。所以中電唔會將呢類受助人列入基層補助名單。好多老友記上年就係因為咁樣而空歡喜一場，所以我今日一定要大聲疾呼，如果你係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即係要報資產嗰隻，你就得。如果你係純粹攞生果金，咁就唔好意思啦，你唔符合今次呢個特定計劃。大家要明白，2026年嘅生活成本真係唔平，電費入面個燃料調整費上上落落，對基層嚟講係好大負擔。今次呢1000蚊資助係會分2期入落你個中電戶口度，每期500蚊，合共1000蚊。呢筆錢唔係現金俾你，係直接喺你張電費單度扣。如果你嗰個月嘅電費係300蚊，佢扣完之後你仲有200蚊餘額可以帶到下個月。咁樣嘅安排係好人性化嘅，起碼確保咗呢筆錢真係用喺電費對沖上面。咁申請手續又係點呢？係咪要親身去中電中心排隊？千祈唔好啊！2026年3月2號開始，申請係透過網上平台或者特定嘅社福機構進行。如果你係老友記，唔識用電腦，唔使驚，你可以去揾開你嗰間長者中心或者社區中心。中電同全港好多間非政府機構 NGO 合作，佢哋會有社工或者義工幫你填表。你要準備啲乜嘢？第一，最緊要係你張中電電費單。點解？因為上面有你個電力賬戶號碼。呢個號碼係唯一嘅識別，如果你填錯咗，筆錢就可能入咗人哋個戶口。第二，你要有政府發出嘅領取津貼證明文件，例如係社會福利署嗰張津貼通知書，或者銀行存摺顯示你有政府津貼入賬嘅記錄。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問，如果我係住喺劏房嘅，我又冇自己嘅中電獨立電錶，我有冇得申請啊？呢個問題問得好。對於住喺劏房冇獨立電錶嘅家庭，中電喺2026年其實有另一個專門嘅計劃，叫做劏房住戶電費支援計劃。呢個計劃係針對嗰啲要向二房東交電費嘅住戶，資助金額通常係一次過1000蚊，手續會稍微唔同，
需要由 NGO 去證實你真係住喺嗰度，而且係分間房戶。所以，如果你係住劏房嘅朋友，2026年3月2號呢個日子同樣適用於你，但你申請嘅類別同一般家庭戶口會有少少分別。我再重複一次個時間線，大家一定要記住。2026年3月2號開始接受申請，一直到撥款用完為止。根據過往記錄，通常喺2-3個月內名額就會爆滿。所以，如果你2026年5月、6月先諗住去申請，好大機會已經太遲啦。大家唔好懶，3月頭嗰個禮拜就帶齊文件去揾社福機構幫手。今次呢個計劃其實反映咗2026年社會對基層能源貧窮嘅關注。1000蚊對於大富大貴嘅人嚟講可能係一餐飯，但對於一個攞緊綜援或者長者生活津貼嘅家庭，呢1000蚊可以抵消到大半年嘅電費漲幅。尤其係夏天，大家開冷氣開得犀利，電費分分鐘要成1000蚊一期，呢個補助就顯得更加重要。另外，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細節。有人問，如果我喺2026年3月申請，幾時先見到筆錢？通常審核需要6到8個星期，即係話，如果你3月初遞表格，大概喺5月或者6月將電費單到，你就會見到個餘額增加咗。你會喺電費單上面見到一行字，寫住中電社區節能基金資助或者類似嘅字樣。仲有一點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係喺2026年期間搬屋，你一定要通知中電，因為呢個資助係跟戶口號碼行嘅。如果你搬咗去新屋，個戶口號碼變咗，你原本未用完嘅資助可能就帶唔走。所以，如果你有搬屋計劃，記得問清楚社福機構或者打去中電熱線26782678查詢清楚。我亦都想針對長者再講多兩句。好多老友記係20-30年前申請落嘅電費戶口，可能個名仲係個已經過咗身嘅配偶，或者係移咗民嘅仔女。如果你想申請呢個補助，你個電費戶口個名原則上要同領取政府津貼嗰個人個名一樣。如果唔一樣，社工幫你申請嘅時候就會好麻煩，甚至被拒絕。所以趁而家仲有時間，2026年3月2號仲未到，你快啲去檢查下張電費單個名係咪你自己。如果唔係，去中電個客務中心搞咗轉名先。轉名好簡單，帶埋身份證同地址證明就得，咁樣你到時申請資助就萬無一失啦。講到呢度，我想大家深呼吸一下，消化下呢啲資訊。1000蚊嘅電費補貼，2026年3月2號開始，對象係綜援、長津、職津、傳輸津家庭，生果金冇份，要有中電戶口，揾 NGO 幫手。呢幾點係核心中嘅核心。點解我要咁強調生果金冇份？因為我真係見過好多老友記排隊排咗幾個鐘，最後社工同佢講：伯伯，你攞生果金唔申請得喎。嗰種失望嘅眼神，我真係唔想再見到。點解政府或者中電要咁分？主要係因為資源有限。攞得長者生活津貼嘅老友記，佢哋嘅資產係經過審核，屬於相對經濟困難嘅一群。而生果金係俾所有65、70歲以上嘅香港公民，當中可能包括一啲好有錢嘅長者。雖然1000蚊對有錢人嚟講冇所謂，但中電嘅宗旨係精準扶貧，所以佢哋一定要畫條線。我知大家可能會覺得唔公平，但制度就係咁。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喺邊一邊，唔好浪費無謂嘅時間。2026年，香港嘅電費結構亦都有啲變動。雖然國際燃料價格相對穩定咗少少，但係基於減碳目標，基本電費其實係有輕微上調嘅壓力。所以每一分一毫嘅資助都好重要。除咗申請呢1000蚊，大家都要學識點樣慳電。中電今次撥款5000萬出嚟，除咗俾錢大家，其實仲係想大家關注能源使用。例如，佢哋會推薦一啲節能電器，或者叫大家多啲用佢哋個度上入去換積分。雖然對老友記嚟講可能複雜咗少少，但如果仔女喺身邊，可以叫仔女幫手研究下，話唔定可以慳得更多。我想再講講在職家庭津貼呢部分。好多後生嘅朋友或者係中青年家庭，佢哋可能以為呢啲電費補助只係俾老人家，絕對唔係。如果你係兩公婆開工，帶住幾個小朋友，只要你有攞職津，你一樣係符合資格。2026年嘅職津門檻雖然有調整，但只要你係受助人，你就有權去申請呢1000蚊。呢筆錢可以用嚟幫補細路仔開支，或者改善下生活。大家唔覺得難為情，呢啲係社會資源，亦係中電作為公用事業履行社會責任嘅一部分，你有需要就應該去攞。
至於學生資助辦事處嗰邊，只要你屋企有小朋友領取全額或半額津貼，你就要準備好張學生資助結果通知書。呢份嘢好緊要，係你申請電費補助嘅有力證明。好多家長忙住返工，可能將份嘢隨便塞咗喺櫃桶，而家係時候揾返出嚟，影定相或者印定副本，等2026年3月2號一到，即刻提交申請。我今日講得咁詳細，係因為我真係想每一位有需要嘅街坊都能夠攞到呢份福利。2026年3月2號呢個日子係關鍵，我建議大家唔好等到3月2號當日先去揾文件。你而家聽完呢段片，即刻起身去揾返你張中電電費單，睇下個名係咪你，再去揾返你攞緊政府津貼嗰封信，睇下係咪仲有效。如果所有嘢都齊晒，你就放喺一個信封度，喺信封上面寫住2026年3月2號電費補助申請。到時一到，你就可以輕輕鬆鬆去處理。另外，大家一定要小心網上騙案。2026年嘅騙徒非常之多，佢哋可能會打電話俾你，或者喺 WhatsApp 傳條 link 俾你，話幫你申請中電資助，仲要你提供銀行戶口號碼同密碼。大家聽住，中電同 NGO 絕對唔會問你攞銀行密碼。呢筆錢係入落電費戶口，唔係入落你銀行戶口。如果有人話要你俾錢先可以申請，或者要你俾銀行資料去攞錢，嗰個一定係騙子。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有懷疑就打去警方的防騙易熱線，或者直接揾中電查證。我想再延伸講下，除咗呢1000蚊之外，其實2026年仲有啲咩能源相關嘅資訊大家要留意。其實除咗中電，政府亦都有佢哋自己嘅電費補貼計劃，有時係按月發放嘅。2026年嘅政府預算案可能仲會有新嘅公布，我哋要密切留意。但係中電呢個係屬於佢哋公司自己嘅基金，係額外嘅，所以係搭加落去嘅。即係話你可以攞住政府嗰份，同時又申請中電呢份，兩者係冇衝突嘅。呢點好緊要，唔好以為攞咗政府嗰份就唔可以申請呢份，記住係可以攞完再攞。大家對於2026年呢個計劃仲有冇疑問？常見嘅問題包括，如果我係租客，張電費單係業主名，咁點算？呢個就比較棘手啦。如果你係租客，但電費戶口係業主名，咁申請嘅權利其實係業主度，除非你同業主商量好，或者你能夠證明你係該單位嘅實際用電者同埋津貼受助人。呢種情況，我建議你一定要去揾 NGO 嘅社工諮詢，因為每個個案都有唔同嘅處理方法。有時業主好好人，會幫你申請返嚟再扣返你租金，但亦都有業主唔理。所以如果可能嘅話，最好都係將電費戶口轉返自己名，咁樣最保障。仲有一點，有人問我住喺九龍，但我阿哥住喺港島，佢可唔可以申請？大家要搞清楚，中電嘅服務範圍係九龍、新界同離島除咗南丫島。如果你住喺港島，你嘅電力供應商係港燈。港燈通常都有自己嘅類似計劃，但細節同日期可能會同中電唔同。所以今日我講呢個2026年3月2號嘅計劃係專屬中電客戶嘅。如果你係港燈客戶，你就要留意返港燈嘅公佈啦，唔好去錯咗中電個網頁申請。講到呢度，我諗大家都對呢個計劃有個幾全面嘅了解。2026年是一個充滿挑戰，但亦都有好多機會嘅一年。雖然社會環境變緊，但係只要我哋互助互愛，將呢啲咁重要嘅資訊分享出去，大家嘅生活壓力就會細啲。我想請大家聽完之後，如果你身邊有啲唔識字或者唔係成日睇新聞嘅老人家，你主動去問佢一聲，阿伯車先阿婆，你攞緊邊隻長者津貼啊？知唔知3月有電費補助申請啊？你嘅一句關心，可能就幫佢省返1000蚊。呢1000蚊對佢哋嚟講，真係可以買好多斤菜，好多餐飯。我哋再複習一次個流程，因為真係好緊要。第一步，確認身份。你係咪領取緊綜援、長津、職津、傳輸津或者傷殘津貼？第二步，確認電力公司。你係咪中電 CLP 嘅客戶？戶口個名係咪你？第三步，排除生果金。如果你只係攞緊普通嘅高齡津貼生果金，你就唔使諗啦，將個位留俾其他更有需要嘅人。第四步，準備文件。電費單、身份證、政府津貼通知書、銀行存摺影印本。第五步，記低日期，2026年3月2號。第六步，行動，揾社福機構或者上網提交申請。大家記住，行動力就係金錢。
2026年嘅開支只會多唔會少，呢類補助係應得嘅福利，唔好因為覺得麻煩或者覺得唔好意思而唔去申請。中電撥得呢5000萬出嚟，就係預咗俾大家用嘅。最後，我想講講關於2026年的節能心法。雖然有1000蚊補貼，但如果你屋企部冷氣機已經係10幾年前嘅舊型號，佢嘅耗電量可能係新款機嘅2-3倍。如果經濟許可，考慮下利用一啲節能家電回贈計劃換部1級能源標籤嘅機，長遠計落慳返嘅電費可能仲多過呢1000蚊資助。中電有時都會有推廣，叫大家換電器，大家可以留意埋。大家對於我今日講嘅內容，如果仲有邊度唔明，可以反覆再聽多幾次。特別係關於長者津貼嗰部分，一定要分清楚長者生活津貼同生果金嘅分別。如果仲係唔肯定，最直接嘅方法係去社署個辦事處，或者問下幫你搞津貼嗰個社工，問佢我呢隻津貼使唔使入息審查㗎？如果佢話要，咁你就有好大機會符合中電嘅申請資格。2026年，希望大家都能夠順順利利。呢個世界雖然好多嘢都加價，但只要我哋留意資訊，總會有啲方法可以減輕負擔。請大家幫幫手，將呢段咁重要嘅消息傳開去。你可以將呢段片轉發去你嘅家庭群組、街坊群組，甚至係你嘅社交平台。你嘅一次轉發，可能就幫到一個正喺度為電費愁緊嘅家庭。如果你想我幫你 check 下你手頭上份文件符唔符合資格，或者你對於點樣揾 NGO 幫手仲有疑問，你可以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我會盡力解答大家。2026年3月2號，我哋一齊準時行動，攞到呢1000蚊嘅資助。大家加油，互相扶持，一齊度過呢個生活難關。再提多一次，2026年3月2號，2026年3月2號，2026年3月2號，重要嘅日子要講3次，唔好記錯，唔好錯過。大家記得留意反中電官方網站嘅最新更新，因為有時細節可能會有微調。但我今日講嘅呢個架構係根據中電最新公布嘅2026年計劃綱領所定嘅，絕對有參考價值。祝各位街坊老友記身體健康，慳電得嚟又生活舒適。我哋下次有新嘅福利資訊，會第一時間再同大家分享。記住啦，廣傳出去，等更多人受惠。2026年，我哋一齊努力。咁你而家想唔想我幫你列出一份全香港可以幫手申請嘅社福機構清單，或者你想我教你點樣喺網上填嗰份申請表呢？如果想嘅話，留言話我知啦。